欢迎台南市进场。台湾仁爱大理以及今年全国原住民运动会摕到7金7银9铜的成绩，加上今年全中运台南48金42银63铜的好成绩当中，原住民身份就有6金7银甲6铜。因此，议员以着台南好，原住民才会好的理念，希望市府伫个2026采港的预算，编列2027全国原住民运动会预算一定要充足。我们对于明年的培训经费来讲，大概会怎么分担？大概额度是多少？你也不要是好像就说啊，我们去年是多少，我们就照多少，不要这样想。其实都要做一个预变的计划嘛。所以我才讲说那是匡列，我刚刚列的表是匡列计划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把它弄出来。再来这些持续的训练里面，刚刚也提到日常的这个拔擢等等。现在有一个重点是什么？我真心觉得体育这件事情，大家真的不要老是在那边讲3级，那已经 low 掉了。台南市今天为什么留才留不住？因为我们其实并没有4级的眼光，我们并没有5级的视野。议员认为，伫今年10月份，台南市定的原住民西拉雅有可能到2027年会成为法定的原住民，因此议员嘛希望教育局甲体育局会用个发掘各项目有潜力的选手，留条人才，提前为2027全国原住民运动会来培育人才。台南新闻联跟杨顺怀采访报道。